像我自己就有遇过一个，我有问过那个管理员，就是我送过去的时候，他开门，然后他也是戴着口罩，可是他的脸就是一副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。然后他在关门的那一刹那就很用力的咳嗽了一下。防疫破口，没人管我；防疫破口，没人管我；防疫破口，没人管我；防疫破口，没人管我。就是他们居家隔离对你们来讲风险是什么？就是他叫餐然后没有讲啊，而且加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简单，我们必须要跟公司有个窗口，要怎么去配合嘛，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嘛。对，那都已经有这个，你就弄一个你的系统上面看来是不完善嘛，或是这个配套不完善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。那公司不管，政府也不管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像我们要口罩，我们也没有口罩，为什么基层这个工会他们那都有口罩，我们都没有口罩可以发啊？口罩是你自己要买，还是公司会帮你们？公司没有啊，就现在只有 Uber 有说要叫我们去领口罩啊，熊猫没有啊，熊猫没有啊，职业工会台北市那个职业工会也没有任何人要处理这个事啊。也没有任何，我们是第一个吧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任何，我们每次都给一些时间，看他们会不会处理，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一直都放着我们去那边爬照，外面外送人有多少？有多少外送员？这么这样跑，你觉得呢？对不对？多可怕！这些公司他们目前对于外送员的身份，当我要管你的时候，我就说这是雇佣；当我要负责任去，比如说提供你口罩或者是提供保险的时候，我就说你是承揽，我把你当作是一个外包公司，所以我就不理你。所以在口罩这件事情上，这些公司呢，他就把你当成是承揽，他说你要自己负责，你不是我的员工，我不为你这件事负责。你说工会来，我也不理你；个人来，我也不理你。所以公司这边就是置之不理。那刚刚理事长也一直提到说，我们希望公司至少提出有一个窗口，可以跟工会对话协调，但他们连这个都不肯，那也就迫于无奈，所以今天工会来到这个防疫指挥中心外面，那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希望给防疫指挥中心参考。到居家隔离者，绝大部分的居家隔离者，他们就是会在我们外送 APP 的备注上面会直接写说他们居家隔离，那会请我们放在门口。对，那绝大部分都是刷卡，那也有少部分的同仁遇到有收现金的状况，那就很尴尬。对啊，很尴尬。像你每天这样跑，你会不会很担心碰到比较不诚实的客户等等的？当然会。像我自己就有遇过一个，我有问过那个管理员，就是我送过去的时候，他开门，然后他也是戴着口罩，可是他的脸就是一副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。然后呢，那我也是把餐点给他，然后他在关门的那一刹那就很用力的咳嗽了一下。然后我就很害怕，我就赶快去问管理员，他说那一户不是居家隔离的，是隔壁户的。对啊，那还好他不是付现金，他是刷卡，对啊。但是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，手部一定还是会有接触嘛，就是我要拿餐给顾客，那手部还是有接触，所以当下那一单送完之后，赶快就用手机用酒精啊还是什么来做消毒，这样子也是会害怕。